唔同行業、唔同性質嘅催收策略，度身訂造嘅行業解決方案。而我哋嘅價值就係用最有效率、最合法合規嘅方法，將你嘅壞賬變返做現金。根據我哋處理案件嘅經驗，收數唔係靠惡，你係要佢驚，就要了解債仔咩心態。每個人都有弱點，只要你點中佢，死穴，佢就會還錢。其實債仔好簡單，記實呢4個字就得唔想還錢，所以佢會用風險同成本最低嘅方式嚟達成目標，就係講大話呃你，你信佢就係俾緊機會佢唔還，就算佢失敗咗，最大損失都係還錢俾你，連佢講真講假你都唔識分，就唔好輕易相信。成功追數3大關鍵，第一，你資料要齊，條數先易收得齊。債仔全名、公司全名、最新地址、聯絡電話，記得保留欠款證明，如合約、單據，幫我哋節省咗調查時間，而且可以直接封晒佢唔還嘅藉口。第二，拖欠帳齡，數據顯示預期3個月內成功率高達90%以上，但超過1年就會暴跌一半以下，因為時間會發生太多變數。佢會搬屋、轉電話、失蹤揾唔到人，會用晒啲錢或者爭落周街數，未還俾你資產已經所剩無幾，所以要比其他人快。第三，用嘅方法正唔正確，別再用無效追討。有人會選擇報警，話俾人呃錢，警察係執法者，唔處理民事糾紛。有啲人又話要清佢盤。對於無心還款嘅人，你咁做係幫佢解決晒佢所有嘅債務。有啲人選擇自己追。我想問，今日你見到佢，係咪問佢幾時還錢？佢唔還。3年後你再見到佢，係咪又係問佢幾時還錢？同樣嘅方法唔會得出唔同嘅結果，唔單止浪費時間，帳齡拖長對收數最不利。例如對工程分判商拖欠尾數，我哋會上佢公司，落佢地盤，甚至乎直接聯絡佢上家，進行多方面施壓，使用調解協商方式，要求盡快對數，直接討論還款方案，而且能夠為你拆解相關合約條款，能夠有效催促批數至出糧整個過程，直接繞過唔再大石砸死蟹。食品批發市場面對餐廳酒樓嘅結業，基本上同負責人都已經失晒聯，而我哋能夠揾出負責人或直對老闆，明白現金流對你哋嘅重要性，會採取快速靈活嘅施壓策略，同時考慮提供分期方案，幫你哋同對方傾到一個雙贏嘅還款計劃。對個人，我哋會嚴格按照相關法律進行合規嘅電話及上門溝通，利用先進嘅催收系統，可以自動化評估每個個案嘅風險同成功率，決定最優策略。可以整合電話、短信、電郵等方式進行有系統、有記錄嘅溝通，唔會遺漏任何進度。如果你繼續選擇唔喐，呢個只會係最壞結果。你要收錢，必須要 take action，有所行動先得嘅，盡快揾我查詢。